中秋那里这个巴西举办的田中奥运，台湾的选手传出着好消息，参加100公尺跨栏的这个许乐，摕下着台湾代表团第一枚金牌。许乐是以13秒91来打破着14秒2的大会纪录。颁奖的时阵，中华民国的国歌再度登上国际舞台。 2022年巴西田中奥运，台湾女将可乐在女子100公尺跨栏摕到金牌。头一摆去参加100公尺跨栏的可乐，在起跑无偌久，就超过对手真济。当伊跨完最后一个栏架时，第2名才拄要过赢，最后以13秒91的成绩为台湾摕到头一面的金牌。 颁奖时有奏中华民国国歌，熟悉旋律再度登上国际舞台。可乐13秒91的成绩嘛，打破本来14秒2的大会纪录。回顾一路以来，可乐感谢身边的人总是温柔的支持。一直支持我的人们，他们不会一直说希望我拿到第1名，一直希望给我很大的压力。他们会跟我说我是最棒的，我只要全力以赴去努力完成比赛就好了。 100公尺跨栏摕到金牌之前，可乐已经在女子100公尺的短跑以12秒31的成绩得到铜牌，并且在更较早进前100公尺的短跑准决赛，走出12秒18，打破世界田中20岁原纪录的12秒23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